社会主体地下停车场出现高级跑车，这申请资格引起议论。自导中心就公开114年度中央社会主体招组的审核数据，强调定期查核，确保公共资源会当合理来分配。民间团体也呼吁讲呢，去社会主体也有包租代管加租金补贴，这3项政策就要互相来配合，才会当真正来回应到民众大的需求。 最近有网友发文指出，社会主体地下停车场出现几台高级跑车，引起外界质疑。社会主体申请资格审查敢是造假？指出国家自导中心头一摆公开114年度中央主体招租审核数据，强调透过定期属要查核，加停车资源公平共享机制，确保公共资源合理分配。 社会住宅的目的原本就是提供有需要的人，所以他才会来申请。那当然条件面去做一些筛选是出发是好的啦。已经可以自己在外面租房子，为什么一定要用到社会住宅？应该要给更多弱势族群。以114年度中央社会主体招租申请的概况来看。 包括艋舺安基、南口社体等全台13个案场，申请总件数达到22504件，有2006件无合格，无合格率8.91%。主要原因多数是所得还是财产超过底限，其中分邮专安定社体无合格率甚至超过1成。台湾现在面临的一个状况是，社会住宅的数量基本上是不多的，台湾的社会住宅的口开得很大。 资格相对是放的比较宽，像是刚出社会的年轻人、新婚育儿的家庭，还有身障、高龄长者等等。希望经济及社会弱势的家庭都能够获得社会住宅的居住协助。那申请爱心，自导中心也强调，社体租期采3年一期，属要的是爱重新审查资格，不是一组就会当永远大。以南口社体为例，家庭年所得爱伫144万以下。 家庭成员每人逐个月平均所得袂当超过59150块。基础团体呼吁，兴建社会主体、社体包租代管加租金补贴3项政策要互相搭配，才会当真正回应多元居住需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